连假侪人出门行村，高雄的基点对29未到单，坐船的游客已经超过20万人，是不时就排队超过100公尺。也那家己出名的花鸡肉饭是排队排到长落落，这排队的人阵煞是甲停车格啊占掉咧，摇车违规停伫咧红线，问题真多。 人排到看无尾流，拢是要坐渡轮到高雄基点的游客。民众这未条翕落来发到网络分享。啊，不过那暂时靠码头边甲长乐路基点这边二早要坐船，等于市区游客也排将近100公尺长。好加在船帮未少，平均10分钟应坐上船。蛮顺的，对，会希望再加船班吗？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应该会比。 对这速度排的速度会更快一点，差不多3、5分钟而已，不会很久了。老街美食物件五花十色，真济搭头前拢摆甲长乐路，基点的人也满。高雄船公司初估为过年尾到初四，这船进出已经超过20万。 过年的疏运呢，我们鼓山跟旗津这里总共会开出，加起来总共是6艘船。原本固定的话是5艘嘛，所以我们其实都有加开。大安库到旗津这个航线，我们是每半个小时一班。那鼓山到旗津这里呢，我们大概平均是15分到20分就有一班船。 这次大家拢出来佚佗，未少观光景点、餐厅人是真多。亲像家己到几啊间有名的花鸡肉饭，不到中昼人就排甲真多，店头家手拢无停过。啊，不过人这也造成部分乱象，有排队人占掉路边的机车架，也有汽车伫红线违停。可能是临停去隔壁菜市场买东西的，也是会有出现呐，只是就是比较少。 这边也都有警察会来，就是巡逻、加强管制之类的。非常惊讶，因为没有想到会排那么多人。美食人嘛爱，啊，不过爱是爱提醒，路边排队或者是停车食饭，依然爱遵交通规则，才袂违规食罚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